歡迎收聽線上兒童廣播節目《懶瞓豬講故事》。懶瞓豬講故事終於出第一本嘅圖畫書，我是一塊肥皂啦！而家開放會員預購優惠，快啲去懶瞓豬講故事嘅官網睇下啦！今日要講嘅故仔係硬殼裏的溫暖，作者阿粒。喺一個大草地上面，小貓咪、羊咩咩同馬騮仔喺度玩緊遊戲。我哋今日玩泡泡遊戲啊！好啊，我哋上次玩過啊，一個做捉，如果俾佢攬住就要原地停低，等人救就要攬多次人哋。我都記得點玩啊！咁我哋抄包剪揼啊！包剪揼係我啊！我數10聲之後就開始啦。小貓咪、羊咩咩同馬騮仔玩得好開心，佢哋笑到哈哈聲，歡樂嘅聲音好似傳到去對面個森林咁啊！有一隻背脊有一個龜殼嘅小烏龜，聽到佢哋玩得咁開心，佢慢慢爬上草地。佢有啲怕醜話：你哋玩緊咩啊？我可唔可以一齊玩啊？小貓咪、羊咩咩同馬騮仔望住小烏龜厚厚嘅龜殼，小貓咪就話啦：我哋玩緊泡泡遊戲啊！小烏龜，你個龜殼又厚又硬，如果我哋攬住你，我哋會撞到好痛啊！而且你行到咁慢，你唔會跟到我哋嘅速度啊！小朋友，如果想聽埋落去，就加入成為懶瞓豬講故事嘅月費會員計劃，你哋將會額外聽到只開放俾 Podcast 會員嘅兒童故事，故事涵蓋各種主題㗎。記得得閒就聽懶瞓豬講故事啦！